揾一個舒服嘅位置，慢慢坐低或者瞓低，雙手放喺旁邊，將呼吸放慢，吸氣，呼氣，每一吸拖長我哋嘅呼吸，每一呼釋放每一個雜念。感受一下而家身處嘅空間，當你準備好之後，慢慢合埋雙眼，回顧一下今日發生過嘅事。每日都有好多值得我哋記得嘅事。今日有冇發生過一啲令你好難忘嘅事？不論你今日過得如何，辛苦啦！現在係我哋可以休息嘅時候。每日我哋都同好多人擦身而過，有幾多人願意為我哋停低？有幾多人會陪住我哋行？有幾多溫度曾經停留過？你又記唔記得一個溫馨嘅承諾？擁抱嘅溫度，接吻嘅感覺，曾經收過嘅花，每一個相遇都係一種緣分。我哋感恩人生路上遇見過每一個靈魂。過去或許有好多纏繞我哋嘅事，我哋改變唔到歷史，亦改變唔到人睇我哋嘅方法。一切都過去啦，只能夠向前看。
想像你想過人生嘅方法。今日我哋有冇向住目標進發？理想係需要一步一步去實現。今日未完成嘅事，留待聽日去處理。喺雜亂嘅世界之中，最緊要聽到自己嘅聲音。希望你今晚可以發個好夢。